海南環島自駕遊一，第一天，中山三鄉去海南海口。各位，今次我哋車隊一行8人又出發啦。今次嘅目的地係去海南島自駕遊。點樣去海南島呢？我哋首先就想到係自己揸車行西部沿海高速，然後沈海高速到達湛江嘅雷州半島徐聞港，然後我哋台車坐船渡過汀州海峽，到達海南島海口市。咁樣諗一諗都覺得好玩，好興奮。不過之後仔細諗真啲，開車560公里要6-7個鐘頭，再坐船坐2個鐘，要計算開車中途要休息要食飯，又要接駁船期，肯定要一整日，回程又要另一日。諗到我哋呢啲老人家體力未必可以應付，我哋就決定採取另一個方案，就係坐飛機。去到海南島就唔揸自己嘅車，而係租車。今朝7點，我哋4對夫婦分別坐3台滴滴車向珠海金灣機場進發。大約7點45分，我哋先後到達金灣機場。呢度有自助 check-in 寄行李，我哋好快搞掂，攞到登機牌。登機時間係9點20分，仲有大把時間，我哋就去揾嘢食。呢個機場竟然有大家樂，好平民化，我哋就坐低食早餐，行程好順利，心情係十分之愉快嘅。之後順利登機，飛行咗大概1小時，大約11點就抵達海口嘅美蘭機場。各位先生，歡迎來到海口，我們的飛機停靠在美蘭機場2號航站樓。我哋落機嘅地點喺機場嘅2號大樓，呢座大樓有園景設計，都幾靚。去攞行李，攞完行李我哋就要去攞車，但係攞車嘅地點唔喺2號樓，而係喺1號樓。我哋要坐穿梭巴士過1號樓嘅。呢個巴士有個特別嘅名，叫做擺渡車。路程其實好短，只係需要2-3分鐘。攞車嘅地點好有趣，係喺呢座1號航站樓嘅9樓。因為我去過8樓去廁所啊，所以我又知道呢一層同埋8樓都係停車場。就喺呢度有6家車行嘅 counter 喺度做生意。我哋通過攜程呢個平台租車，攜程係聯繫住幾家車行，我哋就選咗懶人車行，租咗3台廣汽嘅 ION 5座位 SUV 嘅純電車。我哋租9日，每台車嘅總價喺1,800蚊至到2,000蚊呢個範圍。我哋嚟到車行嘅櫃位辦手續攞車，郭先生攞到呢一台，李氏夫婦租咗呢一台，我同梁氏夫婦合租呢一台黃色嘅，因為我哋嘅行李比較細件，4個行李箱可以全部放入車尾箱嘅。攞齊車之後，我哋開車半小時，大約1點鐘，我哋到達午餐嘅地點芹菜王美食村。我哋享受咗豐富嘅海南島嘅第一餐，埋單係567蚊。呢個好食啊！各位今日第一餐嚇，好豐富啊！好味。3點鐘，我哋嚟到海口市藝龍酒店 check in， 房間係舒適整潔嘅。休息過後，我哋4點鐘出發，開車半小時嚟到羅奕古村。羅奕古村建於南宋時期，係古代海南島嘅重要驛站。呢個景點泊車免費，參觀都免費嘅。一入村就見到古榕樹，有呢座杜樂塔同埋觀音廟。
喺老舊嘅小屋之中，竟然有畫展。睇下，呢啲真係古村嚟㗎。係咪啊？都唔錯啊！我哋參觀石板古巷。呢度係日湖，微風細雨，老屋古巷，行走其中，別有一番滋味。湖邊小路，踏上歸程。晚餐我哋嚟到大爺白切世家，我哋訂咗台係上2樓嘅，我哋食咗豐富嘅一餐。埋單678蚊。白切世家其實係位於市區一個景點騎樓老街嘅街區裏邊嘅。我哋食完飯就出嚟行下騎樓老街啦。我哋嚟到呢間椰島大閘食翻個甜品。食完之後，我哋就去停車場攞車翻酒店休息啦。而家咧就我卡先。第二天海口市諸事不順，一宿無話。酒店房每晚係295蚊，係包早餐嘅。朝早7點半，我哋去到酒店個餐廳食自助早餐。呢個係一個小型餐廳，我唔想食得太飽，我只係攞咗1小碟加1碗米粉。我哋3台車9點鐘出發，今日會去參觀附近4個景點，行程都幾密嘅。第一個景點係尾廊姊妹塔，45分鐘之後，我哋2台車到咗金江鎮嘅尾廊村，準備參觀尾廊姊妹塔。呢個時候接到郭先生嘅訊息，話佢部車發生咗問題，開嘅時候有啲異常嘅聲音，佢已經停低，叫懶人車行派人嚟處理，佢會放棄上晝嘅行程。老實講，我哋同懶人行租車係因為貪佢價格夠平，我同梁氏合租呢架黃色嘅，租9日係1931蚊，呢個已經包含一份全面嘅保險。但係攞車之後，發覺車嘅內籠比較污糟。梁先生一直都有留意路上面有冇啲洗車鋪，想去洗車。郭先生因為有優惠券，佢嘅租金只係1811蚊。但係今日第2日就發現車嘅機件有問題，真係令人沮喪。呢個時候，我哋一方面祈求郭先生嘅車嘅問題可以早啲解決，或者換過另一台車。另一方面，我哋3對夫婦就入景點遊覽。尾廊姐妹塔係南宋末年澄邁縣嘅鄉紳陳道序有2個女，長女就出嫁成立家庭，次女呢就出家做咗尼姑。之後2位女兒都逝世，陳道序為咗紀念2位女兒，就建造咗呢2座塔。因為呢2座塔經歷800幾年屹立不倒，後世人就可以觀賞到宋代嘅建築風格同埋石雕藝術。呢一座係姐塔，高13米；呢一座係妹塔，略高一啲，係13.68米。附近有呢一座尾廊雙塔博物館，我就入去睇睇，發覺原來好細嘅，展覽嘅嘢都好少，冇乜料到。我睇咗2-3分鐘就離開啦。
出返水池邊，見到遠處我哋幾個團友聚埋一齊，好似攞住掃把，好奇怪喎。行近了解下，不知掃把仲有垃圾鏟。原來梁先生嘅無人機放飛嘅時候空中失事，墜入水池，而家努力打撈。落到底，成功。喂，影相，影相爹哋，唔係一錄影緊啊，緊片，拍緊片啊，哇！耶，好嘢，鼓掌！影，成功啦！好嘢！記住影咗個鏟先，冇呢個。其實無人機跌咗落水應該報廢㗎啦，點解仲要打撈呢？原來梁先生買咗保險，只要攞個屍骸返去加200蚊墊底費就可以換過個新㗎啦。打撈成功，我哋都好開心，幾位女士就去玩餵魚。你，咁咪梗係姊妹一齊玩。係啊，前我哋望下大家先收工先。擺拍。玩完餵魚，我哋就離開呢個景點，開車去下一個景點啦。我哋2台車先後嚟到大尾水庫。原來要沿住一條好窄嘅泥路前進，連停車地點都冇嘅。而睇到嘅水庫嘅景色都好一般。2架車匯合之後，我哋決定就放棄，係直接去食午餐。喂邊啊，不如去呢度食飯啦，近啲啊！不過而家10分鐘嘅喎。呢個時候接到郭生消息，經過懶人行嘅師傅嘅處理，郭生嘅車已經冇問題啦。於是郭生都開車去呢家十味館同我哋會合。大約中午12點，我哋2台車首先嚟到呢座商場。我哋嚟到2樓呢家十味館，但係顧客好多，暫時冇台，我哋要等位。稍後郭氏夫婦都嚟到會合，差唔多等咗45分鐘先至有台。我哋8個人逼喺一張比較細嘅台嗰度用餐，我哋變得特別親密。食物係好豐富嘅，上咗14道菜，埋單753蚊。食完午餐，我哋去第3個景點玉胞港登陸紀念碑。呢度係紀念廣場嘅大門口。話說呢度係紀念1950年解放軍嘅第40軍同埋43軍登上海南島嘅戰役。門口有解放軍戰士嘅石雕。廣場上有呢一座紀念碑，四邊迴廊上面有文字介紹呢一段戰役嘅歷史，有圖片展覽，有犧牲嘅戰士嘅名。我敬仰呢啲烈士，我細心逐一去睇，竟然俾我發現，似乎係李生同埋郭生嘅兄弟嘅名並列喺一齊。總嘅嚟講，呢個紀念廣場嘅展示手法唔夠現代化，未能夠吸引遊客逗留好耐。臨走嘅時候，我哋喺大門口嘅解放軍戰士石雕前面作狀影相。我哋開車去附近嘅第4個景點雷公島，4點半到達。呢度係入口，睇嚟係比較簡陋嘅。網上嘅資料描述雷公島，話佢漲潮嘅時候係孤島，退潮就變半島，火山礁石色彩斑斕，有紅色有黑色，有豐富嘅趕海活動，而且可以觀賞日落。剛才入口嘅地方其實距離個海好遠，中間隔住一個好闊嘅石灘。我行咗超過10分鐘，終於可以遠眺雷公島，但係其實冇咩睇頭，而且天氣唔係太好，應該睇唔到日落。於是我哋就離開去揾地方食晚飯，但係我哋先要去充電。我哋去騎樓老街嘅充電位，因為我哋比較熟悉，從雷公島去大概要1個半鐘頭。話說回頭，剛才中午時候呢，有團友發現原來今晚係元宵節，8點到9點海口有大型嘅無人機同埋煙花表演，提議大家可以考慮去睇。
但後來另一位團友就指出，其實我哋居住嘅小區經常睇到煙花，並且立即向大家放映佢屋企窗外嘅煙花景，所以我哋就不再考慮啦。6點半，我哋已經接近騎樓老街，我哋發現台車嘅標板閃紅燈，係話左邊前面輪胎有問題。我哋立即去揾汽車維修，揾到啦。梁先生開車到呢一家三維公司。這個，來，這個。我先看這些4個輪胎哪個少。雖然話係左前胎有問題，但係師傅要檢查晒4條輪胎。慢慢到啊，慢慢褪後，褪少少得㗎啦。還沒有哦，你停一停先，等一陣先。仲未揾到喎。哪邊黐膠？超高了，佢會報警。師傅仔細檢查過後，發現4條胎都冇問題，只係左前胎氣壓打得超高，所以先至發出警號。我俾咗5蚊服務費，完成咗今次維修。我哋好開心，放下心頭大石，因為我哋台車冇問題，可以繼續旅程。7點15分去到騎樓老街，同另外嘅團友會合，佢哋嘅車仲喺度充緊電，仲有半個鐘，我哋台車都充一陣，我哋就去附近嘅藝術博物館逛一逛。我哋唔係覺得好肚餓，就決定去酒店附近食晚餐。8點鐘，我哋開車返酒店，距離只有5公里。誰不知途中發生嚴重塞車，車停喺路上面10分鐘，只係前進10幾米。梁太查下資訊，原來附近有無人機表演同埋放煙花，結果5公里嘅距離用咗1個半鐘頭。返到酒店，車位已經泊滿，我哋2台車要塞入1個車位。打晒個左軚先有先至俾有，打晒左邊好多啊，左邊有好多啊。好啦，夠，唔好扭左。食啦。扭晒左，打晒左軚，打晒左軚。好，回直，好向後。得啦，就咁咪得啦。向後。唔使咁靚啊！係啊，泊好車已經10點幾，原定想去嘅食店已經關門，我哋只好求其去酒店對面嘅小店食螺螄粉。結語：今日去嘅4個景點係從網上資訊知道嘅，但並唔理想。我哋以後會注意，最好係去一啲國家定為5A、4A 或者3A 級嘅景點。多謝各位觀賞，請點讚、訂閱同轉發啦！